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宋景娥，欢迎收看下礼拜嘅客家新闻杂志。去年2月初6，花莲大体通发生过后，有一群花莲人自通之内7公里嘅幸福街坊，一旦以為係藝術家、媒體人，也有人係點頭家、心理師、社工師也到，一旦辦公處分享會，大體通過後相互做盤看顧，韓國簽到愛乃自家嘅方式，體通過後1年呢。為到愛韓國多人來參加，一旦先睇美輪好順，將軍府面理國手也嘅美輪傳承大行，盼你結場好好熱實施，希望自家團自家和好，未好好來對待山拿河壩，團大體和平共處。地震它可能會帶來一些傷害，可是它可能也是一個改變的契機。你的生活還是得過，但是你要選擇用什麼樣的生活方式去照顧自己，去處理你因為地震產生的這些壓力或者是創傷。我們也許在地震之後會卻步，可是當一群人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就可以一起手拉着手往前走。前面用起來態度別特，如玩如大嘅圈，也係勉勵國小嘅小朋友做翕相機，翕下來嘅體統讓手。這一個是我們正門的地方，你現在過去看那個樓梯，還有藍色的油漆的痕跡，它是在旁邊的那個圍牆就全部斷裂，這樣。去年2月初到大體土，花蓮在青東離開，第2輪團體行嘅勉勵國小也受衝動養處，都見罕地嘅豐年。這裡是我們的學校，也是我們的家。那我們大概不可避免的都要一直在這裡生活下來。所以其實我們當時在0206地震過後，我們老師團隊就一直思考說，我們要怎麼樣帶孩子來觀察跟理解這個現象。樓下的20又生氣了，他把學校的地板弄出許多裂痕和大洞，大家都很恐懼。體統地成應該解釋個跳度，加減到朝鮮暗壤，大幫翕相觀察，攞個種法圖，圖嚟成呢向前行。小朋友其實是很有感受，只是他在當下他不會表達出來。希望從積極面的角度來引導孩子往前走，然後在心理上可以建構一個很勇敢去面對這個環境的意向，這樣子。原來他的世界很陰暗，難怪偶爾會爆發。我不會害怕，我要更認識他，才能跟樓下的20和平相處。老師們然後帶着孩子一起，就是重新去觀察這個環境到底經歷了什麼樣的改變，然後有可能就可以透過這樣的活動，就是讓他們心裡某些東西可以整理出來。用石英嘅解構圖嚟記錄體統帶來嘅改變，是經歷過民國40年花蓮大體統嘅興起，也想起概念嘅事情。所以你那時候是很小的時候，7歲，有印象嗎？有，很可怕嗎？很可怕。到現在還記得。民國40年上到中外辦到受封嘅陳潤雄，講起概念嘅事情，還記得清清楚楚。所以我去年去唔係，我就辦準備都是半年。動態對面的山人嘅冰山飄來飄來，喺咩地方就體統呢？體統天以後呢，我就問我個叔公，大家不怕，用的體統，唔是安台。這個斷層，然後它剛好是在我們的操場。哦，那當時它也是有，就是說，左右有一個位移，然後有一個蠻大的一個裂縫。哦，那這一次的地震呢，其實是，操場也有斷，也是有裂開，只是沒有像這一次，民國40年的這麼大。如果我們說地震是60年才會產生一次，下一次大地震來的時候，可能是我們的孩子才會碰得到。那讓孩子有一個怎麼樣的一個心理狀態，讓孩子有怎麼樣的一個預備，這個就是我們學校教育工作是非常需要來進行的。學校怎麼做體統教育，民間也有一股力量，刺痛傳遞起來。在以前，我們花蓮人是不怕地震的，可是因為那一陣子的地震實在是太頻繁了，我們就希望能夠做的是在斷層的敏感帶這兩側的區域的民眾，我們可不可能做到彼此照顧的工作？
去年02、06之后，反而大家会紧张，说好恐怖哦，又开始摇了，怎么办？然后就会很焦虑，所以那个焦虑是隐隐约约的，一直不断的发生。7公里入机场被对气象探测时，全国发电时期一直到南边公园，也是米伦团车经过的素材。最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从我们自己回头认识我们自己跟我们自己的地方，它才有可能重生的机会。团车大空嘅小幅提升，佢哋做嘅係每天機，做嘅係做票價嘅，還有啥公司心理治療到，就是7公里嘅幸福街坊。7公里的幸福街坊，它其实是一个虚拟的单位。对，我们都说我们没有发言人，没有发起人，没有什么，我们所有就是共识决。对，大家决定要做就做了。大家公司奉獻專業，人浪來排列8個衝發布，到3000浪沙走盤。那在地震之后，其实有很多的灰色边缘的居民，那一群其实是不会被注意到的。房子可能皲裂了，房子可能是个危楼，或者他心里是害怕，可是他不敢说出来。那这些朋友怎么办？那于是我们就是看能不能透过我们办活动的方式，邀请他们走出来。所有發圖都係50,000嘅，5個做啲參加嘅因素有限，所以幾條數係未做啲排除太輕嘅公開嘅發圖，咁樣喺那度幾做啲強行嚟參加，所以就想講冇出來排除是好咧。我們用我們覺得民眾容易參與的方式來一起陪伴，就陪伴他們，也陪伴我們自己。隨時就盤點米倫好順，老團車大空嘅種恢復，迷你國小聊的素材。韓國人樣做好好嘅學習，那也是一種讓自己跟自己和好的方式，對。然後所以就覺得說，那我們就在河邊辦市集吧。然後所以那個市集的核心理念就是跟自己和好，也跟山跟河一起和好，對，就取這個諧音。其他主題包括感嘆呢，主題通告中經過表現，讓入是兩道。例如說，我是喜歡閱讀的，對，我不一定會跑去找芳療師，可是我喜歡看的是我從看書的過程裡面得到了尋找到那個可以安慰我自己的方法。我覺得很特別的是，就是沿着河流，所以你其實要走一段距離，但是都很值得，因為也是那個地震的，不知道叫什麼，對，斷層，所以其實很有感覺。還有不只是可以吃跟喝東西，但是也可以認識華人本地的很重要的組織。那像這個，它剛好受傷的地方，它做起來，我就讓它像一片葉子。那它這個就有一些線條的美感。對，所以其實難得嘅攀援只係兩道，整個不過就很容易。所以其他這個部分都是結合回去之後，中間我們要用漆把它填滿。上次加封那款，舊嘅話變作廢漆，個塊是內部，題目會時張嘢到半夜就不會好去看東西。它每一層都上得非常非常的薄，然後一直要上到你需要的厚度為止。那每一次上一層漆，因為它乾濕度問題，所以我們大概會等7天左右，等它確定都乾燥了，那我們才會做下一個動作。最每啲接起來嘅素材為基本，別睇嘅素材開起來很難獎勵，冇條條紮起來，顛倒很難顯面，咁樣選出係為師嘅藝術。而專門講除從醫冇法度掌握體痛嘅發生，唔過為學歷容易去面對。你可以說壓抑着，但是事實上你不去面對它，你的心裡面畢竟還是會有一種受傷的感覺。那我們去正視它，然後面對它，把它修復完成之後，其實我們講所謂的不完美，當你去承認這個不完美，去認知這個不完美，相對其實就是修復你的內心，讓你接近完美。林美倫好順，上一次看用版先關就冇停下來，藝術治療師用脂肪、用砂骨、混落後化療掉，各種老法典有關嘅自然素材為民主做藝術治療。樹是我家的樹，然後我因為也是地震的時候，我家是在米倫斷層上，所以我是災民，所以這也是它也算是經歷過地震的一個植物。用脂肪為民眾的象徵代替嘅部分，用各種素材過後，破壞機重新體驗體痛改下嘅感覺，再個牢記重建。最快的速度，對，讓它在最快的速度，很棒，對，你很棒。你重置以後是用藝術的方法，你整個人的狀態會感覺一種提升。那我們每一次衝擊，如果能夠用藝術再提升、再提升、再提升，
然后就发现哦，我们的姿态都不一样了。老负面能量大半了解嘅过程对做转换。就假设我们像地球的那个力量，所以我们充满爱的去摧毁。如果是用艺术的方法，它就不只是说好坏，它是好坏开始模糊，然后一切都是你可以接受的。风强强嘅吹，就很散步，真是很有嘅美好，也會記得歷史經驗。然後花蓮醫院也受傷，再來呢，朝日國小前面這個區塊，哦，有沒有看到高沙通那個牌子？哦，那個區塊呢，就是現在統帥大飯店。當時那個美輪團餐處處創高，聽得文史欣賞，傳染古今，亦是團餐大紅嘅體驗變化老文史故事。民國4年這個大地震經過這個斷層，跟我們這次是差不多是幾乎是一模一樣的。那我們就是透過這個驚喜比對，哦，40年的花蓮大地震，哦，剛好有拍下了一系列的照片。這張的話是蜀立花蓮醫院，哦，過去呢他們是木造房舍，那也可以看出說，它的那個走道部分其實建築也是坍塌得蠻嚴重的。將於古洞地嘅幾項嘅宣好入讓展，也展出民國40年老橋嘅200發電台體通嘅讓相，希望打幫相片，大家了解一套團餐大學發生嘅故事。下個將於古地橋嘅演出了台體通當中，也有受到損壞。這能整下來，你哪地都比美。它應該是 TR 哈，那這個磚呢是當時日本時代的高科技，這個磚很重。當時呢，它只有就是說一般的公家機關或是有錢人才能用這樣的磚哦，所以也剛好這次地震哦，它把它震出來了。表面地圖同時判定整體嘅方面，大家還記得都清楚。政府的這一段時間，讓整體嘅建築前提，兩下嘅兩隻素材強調空體停停。那這裡可以看一下民國40年的花蓮大地震哦，當時呢警察宿舍全部都倒掉了。哦，軒轅路，哦，軒轅路就是這一條嘛，軒轅路，哦，好，那後來蓋統帥大飯店，哦，非常的豪華的一間飯店。強中嘅團餐大，強中嘅提點，因港州對歷史經驗當中好多乜解模，讓大家能夠了解說，過去曾經發生過，但是為什麼現在又相同的地方又發生過了？哦，那而且很巧是說，這是斷層上面剛好兩棟大樓倒塌。那我們應該是汲取這個教訓，那不要再讓這個歷史重新再上演這樣子。地推班提通很多嘅素材，還係為地了衛生法，花蓮人後來用咗老台體和平求存。比如說我們辦講座，我們第一場講座就來談阪神大地震，第二場講座我們就談311大地震。從別人的地震裡頭發現，也許我們可以學習別人地方。有一個希望是能夠弄一個網頁或者是一個平台，把我們在0206地震當中收集過來的經驗能夠呈現出來。將來也許真的其他地方也發生大震的時候，我們的經驗可以提供給別人。老自家嘅新廣播，也希望好把好山海島強下好。花蓮人講提通過後嘅計則春天，無論好選計法，快到比往年還能多還能講。無論自然範圍也係熱，都用能量和完全來。小富早盼，看書無用前行，深度了解自家嘅風水，地花蓮了解不下，繼續好好生活。